陈佩斯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喜剧大师，在小品、影视、话剧上都有不俗的成就。陈佩斯的电影可以说给一代人都带了欢笑。细说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了陈佩斯最搞笑的10部电影，如《孝子贤孙伺候着》、《乔这一家子》、《西照街》、《父与子》、二子开店、傻帽经理、少爷的磨难等。你看过几部呢？陈佩斯10大喜剧电影，以《孝子贤孙伺候着》豆瓣8.6金凤凰奖学会大奖。《孝子贤孙伺候着》是分数最高的陈佩斯喜剧片。影片讲述了二小娘生怕死后被陈二小火葬，和二小老舅用假死来大办丧事的故事。影片体现了喜剧是社会的喜剧的创作原则，同时发挥了喜剧寓教于乐的作用。该片上映后获得了第4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学会大奖二乔这一家子，豆瓣8.1文化部优秀影片奖。陈佩斯喜剧电影大全中少不了乔这一家子这部经典，几乎所有陈佩斯系列喜剧电影中，陈佩斯都是以光头示人。该片是陈佩斯的第1部电影，同时也是他与父亲陈强的首度合作。在片中，他还是有头发的造型。该片是同一时期中国电影中不可多得的一部喜剧片。1979年上映后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3西照街，豆瓣7.9金鸡奖最佳男配角提名。陈佩斯主演的喜剧片中，西照街是非常重要的一部。该片讲述住在北京城西照街胡同里的几户普通的人家克服困难、为国分忧、关心邻里、帮助他人、创造幸福生活的故事。陈佩斯在片中虽然只是男配角，却凭借出色的表演获得了第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提名。更重要的是，他在电影《西照街》中饰演喜剧角色二子，后来形成了中国第1个喜剧系列电影二子系列。《父与子》豆瓣7.7。陈佩斯的搞笑电影《父与子》是二子系列中最受欢迎的一部，讲述了老奎督促二子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偏偏二子不想读书，经常偷偷与女朋友约会的故事。影片中，陈佩斯、陈强为观众再现了多元化空间中的父与子，传统的父权新时代叛逆的孩子，以及经济大潮中父与子角色的传统颠覆。二子开店豆瓣7.6表演艺术学会奖金凤凰奖。二子开店是陈佩斯主演的喜剧中口碑颇高的一部。该片是喜剧系列片《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第2部，讲述了待业7年二子和朋友们自谋职业，开办个体旅店的故事。陈佩斯在片中扮演性格诙谐、讲义气的北京胡同青年。陈佩斯凭借片中的出色表现获得了第2届表演艺术学会奖金凤凰奖6傻帽经理，豆瓣7.5。傻帽经理是陈佩斯喜剧电影大全中必有的佳作。该片是系列电影《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第3部，主要讲述了比佳美客店经理二子由于办事认真，不愿为住店客人开假发票，致使客店在竞争中生意清淡，困境之中李伟干部又频频上门征收各种费用的故事。7少爷的磨难豆瓣7.3。陈佩斯的电影《少爷的磨难》根据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一个中国绅士的磨难》改编，讲述了金福少爷继承了父亲的百万遗产后不久突然破产，经历重重磨难，终于领悟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故事。这是一部富有哲理、雅俗共赏的优秀喜剧片，也是买购小编最喜欢的一部陈佩斯作品。爷俩开歌厅豆瓣7.1。爷俩开歌厅是宫乐编剧、陈佩斯、丁轩执导的喜剧片，依旧由陈佩斯、陈强主演，是系列影片《天生我材必有用》第5部，也是最后一部。影片讲述了老奎和二子从深圳淘金归来，开了家尼乐卡拉K 歌厅的故事。天生我材必有用系列在这一部画下句点，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9太后吉祥豆瓣7.1。太后吉祥是杨晓翔编剧、金涛执导的古装喜剧电影，由陈佩斯、司琴高娃、陈强、龚晓萱、李大强等主演，于1996年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江湖郎中汤圆圆为突然身染怪病慈禧治病而引发的一段段啼笑皆非的故事。该影片上映后票房达到1300万，尤其河北地区上座率为100%至80%，是金都球侠百花奖最佳男配角。金都球侠是陈佩斯最有名的电影之一。该片讲述的是在清朝末年，底层中国人民自发组织足球队为民族自尊与西洋球队展开决战的故事。陈佩斯在片中扮演京城里有名的神偷，他虽是小偷，却有爱国之心，因此也加入了青龙队。陈佩斯还凭借在片中的表演获得了第1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非常感谢大家观看细说为您带来视频，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对本视频有任何疑问或建议，请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会尽快回复您的问题。
同时，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有价值，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更多的人受益于这个视频。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